吹雞。全場賽事打完，呢場 BFA 甲組聯賽，4海流浪係以2-0擊敗大中。即係講真，即係我哋表現唔係真係太好咯。咁不過今日你見到有4個紅牌出現嘅呢場波，咁球證嘅執法真係好有，即係我覺得好有問題咯。係咪？即係我其實好少甚少批評球證，不過今日我哋好多球員已經俾即係已經喺呢場賽事踢傷，或者好多球員已經呢場波有一個入醫院係嘛基奧。咁即係始終我會講好失望咯，即係我睇住啲球員咁俾人踢都做唔到任何嘢，啲球證又亦都冇一個公平嘅執法，失望啦。總之我對球證失望咯，唔係對個隊波失望。我永遠都支持我哋自己。哈力士就算離咗隊咁，我都希望可以俾啲年輕球員踢啦。咁我哋隊波即係我自己做教練或者即係我自己都有個即係有個目標，就希望可以多啲青年球員可以俾個平台去攞去表現到俾人睇。咁就算哈力士走咗，我諗未必會即刻增兵，或者未必會即刻揾翻個外援翻嚟頂替位置。咁希望真係可以呢啲年輕球員生性啦，即係可以落到去俾佢踢，真係可以表現到出嚟。咁輸贏唔係最重要咯，即係希望真係佢喺我哋個會裏邊真係可以真係表現到自己嚟緊將來踢其他球會可以發展得好啲咯。